Hi， 我叫 Anson， 細個喺居屋大噶啦，家境 OK 啦。不過成功需苦幹，一家上下有3兄弟。除咗廢青細佬，我同我阿哥畢業之後都自力更生，自負盈虧。急死！屌有冇搞錯 ？grad 咗之後都轉咗幾份工嘅，次跳槽都有加薪，待遇就梗係更好啦。人工多咗，自然就要改善生活㗎啦。以前一間屋逼埋咁多人，都想試下自己一個住嘅滋味。梗係要租間私樓，買埋架靚車嚟揸下㗎啦。Yes！ 唔怕話你知啦，一個好努力嘅高級 account manager， 月入平均3萬蚊。開始。好啊！孝子每月回贈爹娘呢就5000，加一份人壽保險1000，關窿還款1000，三餐膳食3000，豆潤單位月租9000，水電煤雜費500，靚車上會5000，連埋啲10星雜費，我都係餐揾餐食餐清㗎咋。不過咁又點啊？你班廢青可以好似我咁使得起咩？去兩邊啊！我喺嗰邊搭巴士。我唔中意逼啊，我去嗰邊落車。直至我遇上佢。阿晴係我一見鍾情嘅女仔，除咗個波細啲之外，都係女神級數嘅。自從第一日遇上佢，我就冇辦法自拔咁樣迷戀佢。我仲記得第一次喺佢樓下度接佢。哇！你部車好靚啊！我開心咗幾晚啊！上車，一切都值回票價。當一個人嘅生活變成2個人之後 ，BB 啊，而家準我回家啦。啊，做緊愛回家啦。好啦。初唔同嘅，只不過係配多一條門匙，一年遇多一筆外遊費，大時大節使多少錢嚟足，全部都係有限錢。只要阿晴開心，乜都 OK， 因為生活都仲 OK 啊嘛。送你嘅嘢最緊要你中意嘅啫。佢係中意啦，多謝你啊 BB。直至我哋開始進入談婚論嫁嘅階段。當一個女人有咗目標之後，係會變得非常嚴厲嘅，溫柔到好似阿晴咁，都無可避免對我作出封鎖。阿晴同寶馬2個揀1個，咁我梗係揀前者啦。於是我就賣咗一架同我出生入死2年嘅愛駒。架車好靚啊！師兄，你都換車㗎啦。唉，嗯。師兄，做乜喊啊？實在太唔捨得啦！嗰刻我知道我真係好愛阿晴啊！我好撚憎搭交通工具啊，又唔慣同啲陌生人你眼望我眼，又唔嚟踢波，咪咁啊！sorry。仲有嗰部死人歐盟2期引擎聲，我堂公司 top sales， 點撚交又夾住個公司幫你逼巴士啊！啲汗又搞到套西裝濕晒，部手提電腦震到傷撚晒，我生活啊都俾壓力逼到爆撚埋啦！唉，唔使養車又節衣縮食嘅情況之下，唔好課金啊！我1個月都儲到15000蚊嘅，阿晴每個月又有5000蚊嘅助攻。BB 啊，我想買呢個耳機啊，好似好正。
呢個仲有紀念價值啦。咁樣我哋嘅聯名戶口每個月就有2皮嘢嘅進帳啦。希望我哋1年之後就結到婚。不過阿晴話想買樓先結婚喎，佢話咁樣先有將來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個月就要嘥9000蚊嚟瞓覺。於是我就同阿爸阿媽講暫停回贈計劃，希望每個月可以慳多5000蚊。1年之後，我哋終於結到婚啦。婚禮唔算富麗堂皇，只不過呢班食住乳豬、咬住炸子雞嘅禽獸，夠膽寫俾300蚊，仲要合府統稱嚟睇我做馬騮戲，我真係好撚後悔冇同佢哋玩職場殺人情啊！直至洞房花燭嗰下，我條氣先鋸撚翻咋。老婆，不如我哋乜喎？哇，好重啊！小心！睇住啊！哇！射精嗰刻，我都仲未發現自己有病。人情禮金連埋我哋啲血汗儲蓄，最尾都俾到首期，成功上車做埋業主。BB， 我哋終於成功啦！睇下張床先。阿晴，你實在係完美無瑕。你漂亮同埋溫柔嘅擁抱，可愛而又唔矯揉造作嘅依偎，我仲以為我自己發緊夢啊！艱苦生活係無了期嘅。做咗業主之後，任憑我每日幾努力捧住個公事包，大汗揼細汗咁樣搭巴士、電車、地鐵走勻全港9新界拗生意，3餐喺屋企煮 ，weekend 嚟屋企煲劇，公眾假期留港消費，我哋每個月剩翻嘅錢都淨係得翻1-2K，唔好講乜撚嘢浮羅交怡啦，而家連翠華都食唔起啊！老細早晨。坐啦 ，Eason。老細揾我咩事啊？點解今個月啲數咁差㗎？你咪有樓要供嘅咩？佔中一定關佔中事，嗰班左膠同埋廢青喺度搞事。佔中、廢青。Eason， 我喺你呢個年紀，你知我揾緊幾多錢一個月啊 ？Eason， 我睇你我先屌你咋，我唔睇你。你 hea 我啊？你不能定不為啊？乜能話？屌！你嗱臨出去翻去揾多幾個客翻嚟啦，俾對家搶咗，仲戇鳩鳩咁，走啦走啦走啦！廢青冇數咪廢青咯，屌！點解生活可以咁撚艱苦嘅呢？喺冇耐之前，我仲係一個出入新式私樓、靚車代步嘅年輕才俊，拖個波，踩個油門，個籮柚掉一掉，又過一彎啦。點解個生活係咁艱苦？點解條街度有咁多 Audi 同 Maseratis？ 點解人哋月入8000蚊可以買到一架林寶堅尼？點解我個生活係咁撚艱苦啊？依家嘅我，每日仲要為21個4而覺得吃力，點解我連手機嘅 data 都淨係得個500 Mbps？ 啲 friend 仲要 send 假 J 圖嚟 fit 鳩我？點解我生活咁撚繃緊啊？老公，我等咗你好耐啦。做乜唔打俾我先嘅？電話費貴啊嘛。傻豬嚟嘅，做乜無端端嚟接我放工啊？我呢有個好消息想話你知啊。嚇！你終於加人工啦？加就加啦，不過係添加新嘅家庭成員。啊！新嘅成員？咦，我有咗 BB 啊！嚇！你唔係平時有食 pills 嘅咩？咁奶奶想要嘛，咁我咪幫下手咯。幾耐嘅事嚟㗎？我啱啱 check 咗7個禮拜啦，我咪好叻啊7個禮拜？係啊，所以我哋又要開始儲錢啦。
我之前咧仲諗緊咧 re 唔 resign 好啊。老公，媽媽，媽媽，我大個咗要賺幾多錢先夠啊？傻仔嚟嘅，唔使問埋啲咁嘅問題。我哋探爸爸啦，快啲！